偏社的争议继续拖，立法院这个月会开临时会来处理性平三法的修法。民进党的立委范云甲妇女团体早起开记者会，因提出4个修法的方向，包括改革申诉的制度、加强行为人裁罚等等，相当会当罚50万块。妇女团体嘛建议讲，偏社的案件应该交予地方主管机关来调查，避免救援兼裁判的状况。以行动回应迷途，真正接住被害人，真正接住被害人。性骚扰争议伫台湾真侪领域摊开，安怎真正帮助保护被害者？呼应支持，立法院会召开临时会，希望会当完成性平三法修法。民进党立委范云找六甲妇女团体联手，提出性平三法的4大修法重点，包括改革申诉制度、法制化被害人保护经费来源，加强行为人裁罚参教育。职场性骚扰，假设行为人跟被害人不是同一个雇主，那被害人雇主也处理不到行为人。那以及目前雇主如果是加害人，如果是行为人，会由雇主自己来做性骚的案件调查。目前这个都是以内部调查委员为主的情况下，尤其是这个权力不对等的关系下去引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外部委员的身份来进行调查。立委指出，即马制度有真侪欠点，才会予受害者爱站出来为家己发声。针对于这场性骚扰，若雇主是行为人，妇女团体认为应该修法由地方主管机关调查，避免发生救援兼裁判。被害人甲行为人无共公司，是由行为人的雇主调查甲定处。那调查爱纳入外部委员，另外爱将性骚扰防治法的申诉期为1年延长到2年。性工法部分应该正是要纳入被害人的服务机制，有多元的求助的管道以外而且劳动部这边应该是要有编列足够的一些资源，县市的劳动局也应该有编列相关的预算提供这些职场上的性骚扰被害人。行园性骚扰的部分，妇女团体认为，老师对学生的性平事件调查委员爱全部外聘，受害学生也有权参加加害教师的教评会考核，同时针对行为人无现金义务的机关提悬法则，相当会当罚50万，就此杜绝暗砍加食案。记者综合报道。